哦，下棋耶，哦，嗯。哦，玉山宝宝正品，拍摄祭天祈福照片。蔡英文总统莅临致辞。哦，祭天祈福照片，冠当宝光玉山圣品，有趣的那个，还有6周年孔子诞辰。拍摄两岸联合的祭奉典礼啊，在福建省福州。查台语，查台语查台语，主旨字加格言出现的字，很有学问的字，正很有角色的。正数正数。尽熟，照道理应该是尽熟，音怪怪的，不标准，应该是尽熟。再查其他的字，看有没有比较标准。可以查嫁妆那个脸，哎呀。